花莲港最近出现真侪水母，侪到这当地农批评拢讲唔捌看。有民间团体认为水母的变质可能和海水的温度变高有关系。花莲港内的水母好几层，这也太恐怖了。 一缕一缕白色半透明的体是铺在花莲港区的海面，数量唔够，这是最近几年真罕见的。根据渔民的观察，这阵体是初三开始出现，上高峰是风台进前2天。可能是因为近期可能水温的升高，或者是因为台风过后一个洋流或者是温度的一个提升。那后续如果引发其他生物的一个群聚的话，那我们会跟相关单位来做一个确认。 虽然真侪游客拢讲这体啊真水，但带你去看海洋的业者讲必须要机会教育。像海豚，它其实是会吃水母的。那在大海里头，它有时候看到像这样子一个透明的东西，它以为是水母，其实它就会吃到我们的垃圾袋。外界烦恼讲海龟和慢某鱼这种以体做主食的生物，敢会因为安尼受日来港湾造成受困？ 这个不用特别担心，因为如果有那么大量的发生出进到这个港区内的话，代表着海域其实量可能会更多，所以其实应该是不至于到会因此而诱惑到动物游到港区内。目前体出现的区域大抵上是伫花莲港上港码头，渔港内面是较少。港区工作人员讲，这个体大多数拢是肉毒性的海龟体，生脱去了几个月就会死亡，就算无细致去吸掉，嘛袂对人体造成影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